今日想同大家調查一下，相信喺香港開埠以嚟一單最能夠影響香港嘅謀殺案，而呢一單就係潘曉穎案。受害人同兇手喺台灣去旅行嘅時候慘被殺害，兇手喺事發之後更加由台灣潛逃返香港。呢一單案件所引發一連串嘅社會運動，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。但案中嘅來龍去脈、作案過程，你哋未必好了解。今日我哋就一齊睇睇係咩原因令潘曉穎慘被殺害，又點樣東窗事發。案中受害人名為潘曉穎，生於1997年8月5日，案發時只有20歲。同家人一齊住喺將軍澳嘅私人屋苑，父親從事貿易生意，屬於小康之家。潘曉穎中學就讀於傳統名校赤柱聖士提反書院，而對正直芳華嘅潘曉穎狠下毒手嘅呢一個人，呢一個疑兇，佢個名相信大家都好熟悉，疑兇個名就叫陳同佳。陳同佳出生於1998年深圳，之後移居香港，屬於新移民。案發時19歲，一直同父母居住於九龍灣嘅啟晴邨。陳同佳中學時期就讀深水埗一間 Band 3嘅學校聖公會聖瑪利亞堂博慶耀中學。文憑試之後就修讀理工大學轄下嘅香港專上學院即 HKCC， 修讀人力資源管理副學士嘅課程。陳同佳同潘曉穎兩個人背景相差甚遠，一個就讀於名校中嘅名校，一個就讀於深水埗嘅 Band 3學校。兩個人喺人生軌跡上應該唔會碰上。原來潘曉穎喺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完成初中之後，就無心向學，喺中四更加輟學，轉讀職業訓練局嘅美容課程，之後再轉讀 Ivy 嘅高級文憑課程。就讀 Ivy 期間，出身於小康之家嘅潘曉穎，可能為咗擴闊眼光或者體驗生活，就揾咗一份兼職。但潘曉穎諗都冇諗過喺兼職期間，即係2017年嘅7月，就認識咗陳同佳，並喺1個月之後就同陳同佳墮入愛河。雖然兩個人成長同家庭背景都相差甚遠，但只要真心相愛，其實呢啲都唔係咩問題。咁點解陳同佳要親手殺死潘曉穎？我哋就一齊睇一睇陳同佳殺死潘曉穎整個事情嘅發生經過。同好多情侶一樣，陳同佳同潘曉穎拍拖初期非常甜蜜，形影不離。喺拍拖4個月之後，即係2017年嘅12月，潘曉穎更加同陳同佳講有咗5個月 BB。有啟晴邨嘅街坊講，經常見到呢對小情侶喺樓層嘅後樓梯或者走廊攬攬錫錫，非常親密。但奇怪嘅係喺案發前1-2個月，就越嚟越少見到潘曉穎嘅出現。由此可見，陳同佳同潘曉穎喺案發之前感情就開始轉淡，可能兩個人有意修補感情，於是就安排一個小小嘅旅行去台灣度過情人節，去翻當初嘅感覺。但潘曉穎諗都諗唔到，呢一次竟然係死亡之旅。2018年2月8號，陳同佳同潘曉穎一齊由香港前往台灣，期間一直相安無事，有講有笑，一齊行夜市，一齊行街，一齊購物，由高雄玩到台北。喺酒店裏邊，情侶要做嘅嘢佢哋都有做。直到案發前1日，潘曉穎 Facebook 仲上載咗當日去玩嘅相片。咁究竟當中係咩事導致陳同佳喺1日之後獸性大發，將潘曉穎殺死？由於佢哋好快就會結束今次嘅旅程，所以潘曉穎喺 Facebook 上載完相片之後，就一直玩到凌晨時分，先返到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嘅紫園飯店。而佢哋入住嘅紫園飯店地理位置極為方便，只需要步行2分鐘就可以行到捷運嘅中山站。當日佢哋更加購買咗一個粉紅色嘅篋，相信係打算將台灣買到嘅戰利品帶返香港。但有邊個諗到幾個鐘頭之後，呢個篋居然係用嚟運送潘曉穎嘅屍體作為棄屍嘅工具。喺大約凌晨1點嘅時候，潘曉穎終於梳洗好，於是佢就同佢媽媽發出一個訊息報平安，同佢媽媽講：媽咪，我會搭17號晚嘅機返香港。但潘曉穎媽媽再追問佢幾點鐘同埋咩班次嘅時候，潘曉穎已經冇回覆。相信潘曉穎媽媽都冇諗過呢個係最後一次收到潘曉穎嘅訊息。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一睇潘曉穎 send 完 message 俾佢媽咪嘅時候，喺酒店房發生咗咩事。潘曉穎 Facebook 有個 post 曾經講過：我曾經度過最好嘅情人節就係今年。可能潘曉穎感覺到同陳同佳喺台灣揾到當初嘅感覺，認為好多事情可以一齊面對，更重要嘅係要對自己嘅伴侶坦誠。於是潘曉穎就鼓起勇氣同陳同佳講出一個驚天嘅大秘密，原來肚裏面嘅 BB 並唔係陳同佳嘅。當陳同佳聽到呢個消息之後，就好似發咗癲咁，大吵大鬧，立即翻查潘曉穎電話上每一個元件、每一張相片，睇會唔會發現到啲咩。果然喺潘曉穎電話相簿裏邊，發現潘曉穎同另一個男人親密嘅片段。情緒已經失控嘅陳同佳喺戴上呢頂綠帽之後，更加一發不可收拾。陳同佳立即將潘曉穎嘅頭撞向牆上，然後用雙手拉住潘曉穎，但潘曉穎求生意志都好強，都用盡最後一分力，
同陳同佳喺地下糾纏咗10分鐘，但可惜嘅係潘曉穎最後都不敵陳同佳。而翻查法庭文件嘅時候，陳同佳嘅口供亦都有另一個版本。陳同佳聲稱當時佢同潘曉穎對收拾行李嘅方式出現咗爭執，所以一怒之下就對潘曉穎狠下毒手。但探員 X 覺得呢種講法極為荒謬，因為呢個只係一個小爭拗，好多情侶去旅行嘅時候都會發生。相信係陳同佳接受唔到呢一頂綠帽，所以自圓其說。當潘曉穎死後，陳同佳就將潘曉穎嘅屍體放喺啱啱買翻嚟嘅粉紅色箧裏邊。但係唔知嘅係，陳同佳早有預謀買咁大個箧，定係真係巧合？之後陳同佳就將潘曉穎嘅個人物品放喺4個袋裏邊處理，淨係留低潘曉穎嘅財物，例如潘曉穎嘅提款卡、相機同埋 iPhone 等。收拾好心情之後，陳同佳又上床瞓覺，當中嘅冷靜確實令人心寒。到咗第二日嘅朝頭早11點23分，陳同佳就帶同載有潘曉穎屍體嘅箧離開酒店。離開酒店之後，陳同佳就乘坐捷運棄屍喺中山站搭到同樣係淡水線嘅竹圍站。而喺竹圍站，陳同佳更加花咗2個鐘去揾適合棄屍嘅地方。最後陳同佳將屍體棄於一個公園嘅草叢裏邊。到咗當日嘅夜晚，處理完屍體之後，陳同佳就立即翻酒店，攞翻寄存喺前台嘅行李，立即前往機場，乘搭飛機潛逃翻香港。喺另一邊廂，由於潘曉穎嘅屋企人收到潘曉穎最後一個訊息之後，就一直聯絡唔到佢，發咗多個訊息都係顯示未有讀取。喺苦無對策之後，只可以詢問喺台灣翻咗嚟嘅陳同佳，知唔知佢個女去咗邊？而陳同佳嘅回應就係同潘曉穎喺台灣嗌交，不歡而散，決定各自翻香港，更加叫潘曉穎嘅屋企人唔好打擾佢。無奈之下，潘曉穎嘅屋企人只可以一等再等，希望等到潘曉穎嘅出現。時間去到3月5號，潘曉穎嘅屋企人已經等咗17日，但仍然聯絡唔到潘曉穎。潘曉穎嘅媽媽知道，即使潘曉穎想逃避屋企人或者陳同佳，潘曉穎都冇可能消失喺各種社交平台上面，因為潘曉穎極為活躍於各種社交平台。雖然潘曉穎父母極唔想承認，但最大嘅可能就係出咗意外，所以屋企人認為唔可以再等，或者而家報警仲可以揾到潘曉穎。於是佢哋決定喺2018年嘅3月5號決定報警，尋求香港警方嘅協助。香港警方收到潘曉穎屋企人嘅求助之後，就立即展開調查。喺香港警方調查期間，潘曉穎爸爸都決定3月11日前往台灣，決定親自揾潘曉穎。潘曉穎爸爸到達台灣之後，就立即前往潘曉穎入住嘅酒店，拜託職員翻查閉路電視。本來閉路電視嘅畫面記錄係唔可以透露俾執法人員以外嘅人，而且一般記錄都只會保留14日。但工作人員見到潘曉穎爸爸愛女心切嘅情況之下，就嘗試一下翻查陳同佳同潘曉穎入住期間嘅畫面。果然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酒店裏邊居然有保留佢哋入住期間嘅記錄，令潘爸爸可以睇到當中嘅畫面。但潘爸爸睇到 CCTV 記錄嘅時候，立即面色一沉。咁究竟潘爸爸睇到啲咩呢？我哋就一齊睇睇當日睇到嘅畫面。第一個畫面係喺2月17號嘅凌晨0時26分，帶同一個粉紅色嘅箧翻到紫園飯店。喺1分鐘之後，即係凌晨0時27分，就出現喺佢哋房門外。第三個畫面就係接近中午嘅11點23分，陳同佳潘爸爸就認為愛女已經慘遭陳同佳殺害，所以就決定立即報警，尋求台灣警方協助。於是台灣警方立即翻查潘曉穎有冇出入境記錄，發現潘曉穎確實係冇出入境記錄，於是就開始調查酒店附近唔同商店或者捷運嘅閉路電視記錄，睇有冇潘曉穎嘅蹤跡，或者陳同佳帶同呢個粉紅色嘅箧係去到邊度。可惜距離案發當日實在相隔太遠，並冇揾到啲乜嘢有用嘅線索。一時間台灣警察都苦無對策。喺另一邊廂，香港警察嘅調查有少少進展，喺潘曉穎嘅銀行賬戶裏邊發現潘曉穎嘅賬戶依然有被提款。一時間大家都有一絲希望，以為潘曉穎已經翻咗香港，只係想逃避屋企人。但可惜嘅係，從入境處記錄得知潘曉穎並冇入境嘅記錄，於是警方就立即調取提款機嘅閉路電視畫面，發現多次喺潘曉穎嘅賬號裏邊攞錢嘅係陳同佳。於是警方就正式前往拘捕陳同佳。陳同佳喺警方嘅警戒之下，好快就承認佢多次使用潘曉穎嘅銀行卡提款。但對潘曉穎嘅失蹤，陳同佳都係話因為當日嗌交，所以同潘曉穎已經分開咗。但陳同佳好快就受唔住壓力，喺警方嘅盤問之下都招供咗，承認咗佢喺2月17號已經殺害咗潘曉穎。同時陳同佳都將棄屍嘅位置講俾警方知，香港警方再轉告台灣警方，最後台灣警方成功喺淡水線嘅竹圍站附近成功揾翻潘曉穎嘅屍體。雖然潘曉穎睇落好似一則普通嘅謀殺案，但實情極為複雜。由於案發地點位於台灣，但陳同佳已經潛逃翻咗嚟香港。香港同台灣之間並冇引渡條例，香港政府唔可以將陳同佳引渡翻去台灣受審，所以台灣當局就對陳同佳發出咗長達37年6個月嘅通緝令。而香港政府就借呢單案件強行推出逃犯條例，引發一連串嘅社會運動。
仲有香港嘅司法體系係屬地主義。簡單啲嚟講，香港境內發生嘅案件，香港先有權審理；喺境外發生嘅案件，即使係謀殺，香港政府都冇權處理。而陳同佳喺香港所犯嘅法律，就只有3次從潘曉穎賬號裏邊提取現金，同埋盜取潘曉穎嘅電話同埋相機。所以陳同佳開頭係被香港警方控告盜竊罪同埋處理贓物罪，但法官後來考慮到盜竊喺台灣發生，所以後來就改告4項處理犯罪得益罪，即係俗稱嘅洗黑錢罪，最後被判入獄29個月。而陳同佳亦都喺2019年嘅10月23號刑滿出獄。講返陳同佳出獄當日，陳同佳由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牧師陪同之下會見傳媒，並同大眾承諾會前往台灣自首。首先，我想同曉穎嘅家人講聲對唔住，道歉。你唔好咁啦，喂！縮低啊！你咪縮翻入嚟啊！縮翻低啲咪啊！喂，飛翻啲咪啊！我明白，因為我自己做咗啲無可挽救嘅錯事，為到佢哋帶嚟咗好大嘅傷痛痛苦。我自己嘅內心都一直受責備、受譴責，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，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，自首返去台灣服刑受審，希望佢嘅家人能夠稍稍放下釋懷，亦令曉穎能夠安息。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，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，自首返去台灣服刑受審。當潘媽媽知道呢個消息之後，亦都公開承諾，如果陳同佳前往自首，潘媽媽會幫忙求情。但可惜係陳同佳出獄至今已經超過1年，但仍然未有到台灣自首，冇履行自己嘅承諾，負上應有嘅責任。更加過分嘅係，出獄之後一直住喺警方安排嘅安全屋，每日有人照顧起居飲食，簡直係天方夜譚。如果陳同佳你有收睇呢條影片，我希望你可以勇於承擔後果，做返一個男人。